有线电视在去年总共办理了6场媒体识读宣导活动，深入各社区、校园，与民众分享各种辨识查证真假消息的小撇步，获得许多的回响。2021年的第1场媒体识读活动就选在台南市仁德国小登场。一起吃会中毒。由于这次宣导的对象是国小中年级的学生，主办单位特别挑选小朋友有兴趣的题目，希望能够激发孩子更多的学习意愿。看到学生们踊跃举手，抢着回答，也看得出活动的规划很对小朋友的胃。这样好不好玩？好玩！哪个题目最好玩？下次还有这个活动，还要不要参加？我们感谢那个双子星有线电视公司帮我们协助做一些媒体素养的宣导，让学生呢在这个假新闻、假媒体、假讯息、资讯爆炸的时代，让学生可以学会如何去分辨各种不同样的资讯。有线电视今年预计办理12场媒体识读宣导，与民众分享各种远离诈骗以及辨识真假消息的课程。因为是公益性质，完全不收任何费用。欢迎对课程有兴趣的社区、学校都可以向双子星3冠网有线电视洽询。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